機動戰士特種計劃係由 Bandai 聯合特約播映。踏入宇宙紀元70年，因為一次血色情人節悲劇，令地球同布蘭道緊張嘅關係一下子崩潰，演變成全面嘅衝突。之前人人都相信地球軍絕對可以以數量取勝，但係戰事一展開，人人都跌眼鏡，藥方竟然站得住腳。就係咁，戰事已經去到第11個月。就趁呢個機會消滅你啊！狙擊炮！新型戰艦，之前冇收拾到佢。戰艦收喺殖民星島。大天使號。ちぎれ合う高いの花の痛み感じている寂しさに汚れた腕で抱いたそれ以外の何かを知らないから繋がる瞬間目覚める永遠待ち焦がれる早すぎるまたたぎりさらされて一人では届かない願いなんて消えそうな言葉じゃ絡み合う熱を伝えたい真実を誰から守ればいい君がいつか欲しがった想いが崩壞嘅大地已經過咗入口部分，開始進入殖民星嘅內部。曙光社已經被毀滅，突擊攻打啟動緊。啊，唔係啊，係戰鬥緊啊！閃微，全速轉向。T.S 裝甲又點？我睇你點接呢一招！皇帝啊！哼，竟然有埋強化 PSV 添！船尾嘅導彈發射管7號至10號準備發射，目標係敵機嘅戰士。雷射有道，聽住，唔可以有偏差，唔可以射中地面。開火！咩話？唔好講笑啦！一部機動戰士竟然都會有咁強大嘅火力，敵人嘅機動戰士開始撤離。我哋降落啦，調節好對地速度，小心引發重力抗衡。小組1號機庫1級候命，武器 C 級，第小組支援，武器 C 級，第3組入維修庫填滿彈藥，作第2級戰鬥準備。武器 B 級，第3戰鬥小組暫時做後勤支援，武器裝備係 A 級。哇！對唔住啊，唔該喐到你哋個系統。哦，
唔緊要嘅，外裝武器同電力水平搞掂。你嗰邊情形點樣？呢邊嘅工作亦都完成。OS 數據點可以咁樣㗎？古路射隊長派咗嚟，佢部機有部分受損，救火組、救護組立即去 B 機庫。隊長竟然俾人打中手臂，唔係啊嘛？裝甲開始拉腳。如果遇到佢，拉美亞斯上尉，蘭達魯巴之路少尉，上尉冇事，真係太好啦！你哋先至係英雄，救翻大天使號，呢次都係全靠你哋嘅啫。唔係啊嘛？點解會咁㗎？係個細路嚟嘅啫，先前就係佢操縱嗰部 MS 㗎啦。拉美亞斯上尉，呢件事，哦，真係難以置信。我係地球軍第7軌道艦隊旗下穆拉布拉加上尉，多多指教。我係第2就域第2師團旗下嘅上尉，我叫馬路拉米亞斯。我係地球軍蘭達魯巴之路少尉。希望呢隻戰艦可以載埋我。隻艦係邊個負責㗎？我哋嘅艦長同埋艦上面大部分成員都已經罹難，根據慣例應該由拉米亞斯上尉接管嘅。而家戰艦上面仲有10幾個生還者，多數係低級士官。我咁啱喺旋轉軸下邊避過一難。艦長佢點會咁㗎？搞成咁樣，戰爭真係殘酷啦。總之唔該你哋俾埋我上艦啦。我搭嚟呢度嘅隻船俾敵軍擊沉咗啦。係，當然可以啦。咁嗰個人，上尉你都見啦，佢只係個普通人。受到敵軍攻擊嗰陣，呢個人咁啱喺工業區，同我一齊入咗高達裏面。佢叫做基拉大和。全靠呢個人，我哋先可以成功擊退一部捷姆，同埋擊退所有嘅敵人嘅咋。佢擊退咗捷姆？呢個咁嘅細路？我呢次本來係嚟保護一班準備做高達機師嘅士兵嘅，佢哋而家喺邊啊？當其時，佢哋喺控制塔同艦長打緊招呼，點知突然間受到敵人襲擊，犧牲晒。係啊。有咩問題啊？你係咪新人類嚟㗎？係。全靠米基爾運咗呢部機翻嚟，我先冇事。如果唔係，就算勉強揾到藉口，但係竟然俾地球軍嘅機動戰士逼到咁狼狽，一定會成為人哋嘅笑柄。幾部高達嘅 OS 數據，你哋應該滾瓜爛熟㗎。但係點解你哋硬係掌握唔到佢嘅活動模式㗎？既然已經發生咗對我哋不利嘅事，我哋就更加應該落力啲，唔好俾呢啲事再發生。如果俘虜唔到佢嘅，咁就地正法，連埋隻戰艦，使唔捨得嘅。係。米基爾，你哋即刻準備出擊，所有裝備都已經獲得批准。呢一次點都要消滅到敵人。係。阿迪斯中佐，唔該你俾我一齊出去作戰啊！但係已經冇節目，而且你已經完成咗你嘅任務，搶咗部高達翻嚟啦。但係我呢一次你要留低唞下，俾個機會米基爾佢哋咧，你唔使出戰。咁即係咩意思？托魯，基拉係新人類啫，唔係敵人啊！見唔到頭先嗰個情況咩？你哋班人究竟點諗㗎？大家放低槍先啦。拉米亞斯上尉，究竟係咩一回事啊？其實都唔需要咁大驚小怪嘅。希內波利斯係中立國嘅殖民星嚟嘅，有好多人怕做戰火犧牲品，走嚟呢度避難。當中有新人類，咁都唔出奇啊？係咪啊，基拉？係，
其實我只不過係第一代嘅新人類嚟嘅咋。佢係第一代？咁你嘅父母都係自然人嚟噶咯喎。啊，真係好對唔住啊，幾乎搞出個大誤會添。其實我只不過係貪口爽問下噶咋。布拉加上尉，我嚟呢度嘅途中睇過一啲高達機師嘅報告，評估佢哋嘅實際能力，結論係由佢哋操控只會嘥咗部高達。我好佩服你。上尉，你去邊啊？我部機中彈，戰鬥力嚴重受損，但係古老謝部隊就喺外邊等緊。呢個人真係好難搞嘅，我哋再喺度停留嘅話，一定會有麻煩。第6號集裝箱準備接冇用嘅裝備，作戰開始，前機進入管道，後機上前準備。呢啲裝備喎，古老謝隊長諗住攻佔敵人要塞，想大開殺戒咁。但係咁樣希內波利斯咪會唔理得咁多噶啦。呢啲叫自作自受，佢哋明明話係中立。想要水嘅話，就由曙光社嗰度拎過嚟啦。首先為突擊高達補充彈藥，快啲啊！文道客官曹，請你趕過嚟啊！咁嘅情況瞓到覺真係好犀利啊！因為佢太攰啦，基拉佢喺呢件事上面真係好辛苦啊。基拉佢好辛苦，係嘅，你咁樣講都冇錯嘅。你到底想講咩啊，卡樹？冇咩嘅，我只係覺得今次呢一件事，基拉唔係話辛苦下就可以甩到身嘅。基拉曾經改過嗰部高達嘅 OS 噶，係咪啊？係幾時改噶？幾時改啊？點睇基拉都唔似係改寫之前準備過嘅喎，佢隨手就改寫咗高達嘅 OS。基拉係經過基因改造工程嘅新人類，好似改寫 OS 呢啲咁難嘅工作，佢呢啲新人類只要係咁以辛苦下就可以做到。而扎多嘅人個個都係咁樣嘅，對住呢班智慧咁高嘅敵人，地球軍點贏啊？雖然話殖民星嘅人差唔多全部入晒避難所度，但係警報聲一直都冇停過，級數仲升到9添。咁即係話所有避難所而家都已經完全封閉啊！咁樣嘅話，呢班年青人點算？你話啦，唔通抌低佢哋喺度，我哋自己出去戰鬥啊？呢班人接觸過最高軍事機密，拉米亞斯上尉下令拘禁，唔可以就咁放佢哋走嘅。係咁，叫佢哋跟埋我哋突圍咯，一出到去外圍就戰火連天噶咯。我認為突圍就要靠突擊高達嘅力量啦。你意思即係又要用嗰部高達啦？唔用佢嘅話就衝唔到出去噶。個細路肯唔肯為我哋作戰啊？不如由布拉加上尉操控啦。點得咧？我做唔到噶，我根本冇能力去操控嗰部高達嘅。部高達嘅 OS 曾經俾個細路改寫過嘅，你有冇睇過？咁樣嘅模式，普通人係冇可能適應得到噶。咁不如就將 OS 還原啦。呢個細路只係個平民嚟，而且仲係個新人類嚟添。部高達咁重要，點可以俾佢操控噶？係咁，即係叫我哋抌低佢，等佢做炮灰咯。柯來路已經出發，李經已進入發射管。關閉閘門。你做咩啊？又出去啊？冇指令喎。咩話？阿斯蘭察拉擅自出咗去，叫佢翻嚟，命令佢即刻翻嚟。由得佢出擊啊！佢分析過晒部 MS 嘅數據，由佢出馬應該幾有趣嘅。我相信兩部地球軍嘅機動戰士交鋒一定好好睇。殖民星全區域受電波干擾，信號干擾水平急升。咩話？使唔使咁心急啊？個衰人等多陣都唔得嘅。佢
哋又想闖入殖民星同我哋開戰啊！佢哋有着數，我哋唔敢喺度亂咁開炮，但係佢哋就唔使顧忌啦。唔可以咁噶，呢度係我哋屋企，我唔想呢度再受到戰爭波及啊！基拉，我明白你哋講嘅嘢可能係真理都唔頂啊！殖民星以外嘅世界，周圍都係無情戰火，但係我哋討厭呢一種殺戮啊！我哋唔想戰爭，先保持中立㗎咋，但係偏偏拉美亞斯上尉，拉美亞斯上尉，即係到控制室。咩情形啊？敵人嘅機動戰士嚟緊。吓！快啲上控制室指揮，你係艦長嚟噶。我係艦長。雖然我資歷深過你，但係唔熟悉隻艦。咁我明白啦。大天少，準備喺度，全體進入1級作戰狀態。上尉，你嘅機動裝甲點？仲未可以出擊。咁就請布拉加上尉，你負責 CIC 啦。你哋都聽到啦，戰鬥又要再開始啦。避難所處於9級狀態，而家冇辦法放你哋離開呢隻戰艦，唯一生路就係打贏敵人，喺希萊波利斯解體之前離開。托路，你哋班人好卑鄙。基拉，基拉喺呢一隻戰艦上面，冇其他嘅機動戰士可以用，而家呢度只係得我一個可以操縱高達出去作戰。我哋首要目標係離開希萊波利斯，戰鬥嗰陣要小心，唔好傷到殖民先。呢層邊有可能噶？開3號集金槍，用重劍嚴裝備啊！用重劍嚴裝備，用劍呢一次唔會傷及殖民星。有一個熱源埋緊嚟啊！發熱嘅模式係節舞，佢哋唔係啊嘛，用專攻據點嘅重型爆炸武器，仲喺呢度用啲咁嘅武器啊！另外有隊戰機喺水平管道入侵，敵機高達馬上出擊！一部機係 X303，係神盾高達。唔係啊嘛，咁快就可以投入實戰嘅？佢係敵人嚟噶，你哋係咪想做炮灰啊？格林斯準備發射，雷射有道，目標接務。PS 裝甲應該頂得住實體彈嘅。主炮雷射連動，焦點擴散。波萊路同馬船都要換戰艦，阿斯蘭係你自己揀跟嚟嘅，你本事出嚟啦！好。喂，呢個監察器睇唔到出面嘅情況㗎。你好快就會墜毀㗎啦！可以俾炮火傷及殖民星㗎，我而家應該點做咧？得咗啦！好，係4號兵官中咗彈，馬上關緊閘門。真係激氣啊！連擊，零次啦！瞄準，用手動模式應戰啦！正面40度，全速應戰。外面嘅戰鬥又開始啦！警報級數已經提升到10級，呢個避難所好大機會會改為逃生艇飄離出去，請扣上安全裝置。激氣啊！咁快嘅，爆炸佢啦，阿斯蘭！呢部機動戰士，基拉，真係
係你啊！睇住你啦！咩話？咪基爺！呢次弊啦！我來咯！激氣啊！唔可以再俾佢哋咁樣破壞殖民星㗎。即係叫我哋點做好啊？唔通任佢哋攻擊咯？登基高達，你做乜嘢啊？我哋俾敵人狂攻緊啊！阿斯蘭，嚟出邊啊！阿斯蘭，真係你？基拉大王，真係基拉，你真係基拉！阿斯蘭察拉。點解會係你㗎？我問你先，你啱啊！點解你會喺呢一部 MS 上面啊？強制同生艇飄離，開始起動。隊長，優しさ